嗱，兄弟姊妹們，我講嘅見證是個堂，在那個千年28、14年講到，係每年要思想尊崇上帝、敬重上帝最得福嘅人。嗱，係每年你係要謙卑嚟敬重上帝、尊崇上帝、相信上帝最快樂、最得福。接下來講，但係每年硬心唔得。落傷害嗱，但係那因為上帝嘅話、上帝嘅命令，一定係一個特性嘅路，但係家係得到平安快樂嘅路，一個硬性唔係照家嘅法嚟行，咪得落傷害嗱。因為到呢個詩篇25條9節樣講到，佢上帝獻待一家要謙卑嘅人，照家嘅法律嚟行，佢教一家行家嘅路。對於謙卑嘅人，每年要謙卑嚟到上帝嘅面前，上帝獻待你係路途，上帝獻待你嘅路途係特性嘅路途，係真理嘅路途。一個真理特性係咪呢？就係得到嘅平安嘅路、快樂嘅路、最好嘅路，就係喺上帝裏面。詩篇37、11節咁樣講到，但係人人要謙卑嘅心，得到上帝祝福強嘅。用好好嘅福氣，得到家嘅快樂，然後得到家嘅平安盤能出。上帝要本自家嘅平安盤能出，所以讓人自家要有謙卑嘅心嚟到上帝嘅面前，因為有謙卑嘅人，上帝帶家去家嘅路途，帶自家嘅前面好嘅路途、平安嘅路、快樂嘅路、得福嘅路、歡喜嘅路、勝利嘅路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們。